伫彰化县的大城乡公所，按算要伫咧第六公墓起第二间灵骨塔。这个消息出来是引起在地人的不满。不过乡长讲，灵骨塔的塔位目前是已经无够用啊，都要另早来运用，而且会继续沟通甲推动。我对竞争第二灵骨塔。 伫村内信仰中心专案讲究布条抗议，彰化县大城乡顶庄村200村民宣布成立自救会，反对乡公所伫当地兴建第二粒骨塔。你要做爱做较公平的啦，落村来抽考嘛袂要紧啊。 村民表示，顶庄村人口少，境内第六公墓内已经有一个7000塔位的灵骨塔，即马要搁起新的阴阳失调会加强，而且移灵地离村内敢若200公尺，分明是欺负当地人。按过乡公所是讲，第三公墓灵骨塔已经满，第六公墓灵骨塔嘛剩600个位，爱量早运用。阴的世界里面变得越来越多啊！我村子里面人口本来就不多。 所以本来只有600多个，涉及人口只有600多，啊，现住人口大概200多。一座第三公墓那骨塔已经饱和，第六公墓已经剩下500-600个柜位，那个一座那骨塔要2到3年呢，那你不赶快着手盖？目前乡里面也有8个长者停柩在堂，因拢火化不坑得到。 当局照认为，当地第六公墓拢已经迁总完成，有完整的殡葬用地，而且彰化县26个乡镇市有18个公墓内有2个灵骨塔，大城乡确实有新起灵骨塔的需求，所以会继续推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